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梁記，講股講馬講心水，又同大家見面。啱啱過去賽事，介紹幾匹心水冷馬俾大家，未竟全功，只係一匹頭馬啫啊！榮利雙收，又估唔到落到40幾蚊，冇辦法啦啊！飛到馬到，其他嘅表現就比較失色啲，唔緊要，我哋向前看。機會又多的是嘅，啱唔啱啊？聽日快樂谷有9場賽事啦，送歲馬，正所謂睇下揾唔揾到送歲錢咯。啱啱過去賽事最開心嘅莫過於梁家俊啦嚇，贏得級制賽3級賽嘅100週年紀念瓶嘅數字天文，亦都話俾大家聽，直接入選打比㗎啦，呢匹馬夠晒分。即係話俾大家聽，有2個華將可以參與呢個盛事咯喎。較早前嘅何澤堯嘅小鳥天堂，今次嘅數字天文啊，過去賽事、過去歷史話俾大家聽，打比賽都係啲鬼佬洋將嘅天下嚟嘅。華將唔好話捧杯，唔好話贏啊，就算參與啊，都極之少之又少。呢個現象希望能夠打破啦啊！既然呢2位華將手上亦都有2匹好馬，一放一追啊！希望佢哋能夠交到好成績啊，為香港華將攞返啲光彩係嘛，唔好俾啲鬼佬叻晒啊嘛！好啦，講下聽日9場快樂谷賽事有咩心水，講之餘亦都講下練馬師個形勢啦，唔使講啦。啊，3頭馬車，廖康銘、方嘉柏、希斯啊，都係爭個3場頭馬啫，1至3場啊，有排鬥。但係講緊其他練馬師，偉達就令佢失色咯喎，啊，直落11個賽馬天，交唔出頭馬，究竟咩葫蘆賣咩藥呢？啊，要知道喺練馬師練馬費收練馬費裏邊咧最高嘅，知唔知邊個練馬師啊？正就係偉達啊，收嘅練馬費咧個養馬費咧係最高嘅啊，同個成績唔對比嘅。咁無論點都好啦嚇，13屆嘅騎師偉達，梗係有佢嘅交際應酬嘅一手啦。如果唔係，點會做到13屆冠軍騎師啊？以佢嘅騎功，我唔係佢唔話佢唔得啊，但係未去到一流水準咯，係嘛？好，喺呢度希望大家撳一撳讚，訂閱我，分享我。第一筆介紹俾大家嘅1場9號大利好運艾杜拿甲蔡約翰，啱啱過去賽事介紹艾杜拿選手爛腳啊，咁你點都好啦，佢聽日有7匹坐騎喎，唔少嘅喎啊，越輸越多坐騎啊，可能點解咧？可能聽話啦嚇，點都好啦，嗱呢匹馬。大利好運，今次都係谷1650，啱佢4成範圍㗎，因為呢匹馬贏就係贏泥地1650啊。今次快樂谷5650，上一場已經戴咗眼罩㗎啦。呢匹馬上季亦都係去到第9場贏馬嘅啊，啱啱好呢匹馬密出啊，又係聽日第9場㗎咯喎啊！既然係咁，睇下佢有賠率喎，頭先我睇有成20倍喎。啊，值得一搏㗎！呢啲馬，呢啲人輸到人怕㗎啦啊！蔡約翰而家最緊要咩啊？有啲賠率啊嘛，啱唔啱啊？我搏呢匹，第2匹介紹俾大家嘅3場7號至高心得。嗱呢匹馬偉達上2場我都有介紹，當時邊個騎啊？潘大偉騎啊，亦都係排2檔，翻嚟跑個大冷腳，我第3啊！今日點都好啦，再做功夫。文堅親住試閘馬，你睇佢收個身，去翻佢上名咁嘅路，咁嘅磅位咯，1003喎啊！最難得嘅又有10幾20倍喎，值得一搏咯。呢匹馬喺外地一早已經係贏1600㗎啦啊，所以路程方面唔需要擔心。第3匹介紹俾大家嘅4場4號嘅烽火猴王係喺告東尼裏邊咧，今季咧。都未有建樹嘅，正所謂啊，都心急㗎啦。希望呢匹質素比較新嘅烽火猴王
可以交到水準啦。今次亦配巴道，嗱呢匹馬咧，近呢幾場已經有啲腳影㗎啦，啊！睇下呢一次係咪佢出擊嘅目標喎？而家亦都係有10幾倍。好，跟住落嚟介紹6場9號嘅阿基拉都係告東嚟㗎，啊！上季整整一季交唔出頭馬，但係佢密密出賽嘅喎，啲分減到過晒龍咯，到底50幾分，啊！上一場喺沙田1000 4米，亦配幾人杆已經成為大熱嘅咯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好多馬迷都要及住呢匹馬。嗱，今次將日你騎翻上去，反而而家有10倍啊！1650沙田快樂谷更加係佢首本路程嚟㗎啦，馬老咗比較均速，呢匹馬最好唔係放頭，亦都唔係後上啊！話你聽，最好係守喺2至5位之間。嗱，呢場馬有幾匹放頭㗎，佢能夠守喺2至5位咧，叫好㗎啦啊！而家有10倍。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7場10號皇帝英雄呢匹馬，季初俾霍宏星爆冷開齋偉達啊！今次亦配大到啦，雖然排9檔唔係咁理想，但係睇匹馬撞咗喎啊，重咗成10幾20磅喎，又試過閘。今次亦配嗌到啦，冷人冷馬亦都有賠率啊，值得一搏。我就介紹以上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，啱就跟多少，唔啱唔緊要啊，睇下會唔會啟發你嘅思維，揀到其他嘅冷馬呢？有乜嘢開心過得自己揀啲冷馬出嚟啊？啱唔啱啊？我哋俾你嘅只係參考，記住小賭怡情啊，刀仔鋸大樹，亦都係我作風。好啦，喺呢度祝大家馬運亨通，旗開得勝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咯喎，拜拜。